慳咗個地稅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幫你錢生錢？等我教你3招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Wilson， 歡迎咧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 channel 啊。上一集咧，我哋就講到拆解到就係話 BC 省啊個延交地稅計劃究竟係適合啲咩人用，同埋點樣申請嘅。今集咧我就想同你哋揭秘一下，究竟慳翻嚟嘅地稅錢啊點樣用先至最聰明呢？等我教你3大實戰攻略啊！第一個攻略，梗係優先填補翻呢個緊急備用金嘅缺口啦。點解要咁做？嗱，好多客戶咧申請延交地稅計劃嘅時候，其實好多時啊都係因為佢手頭有少少緊啦，咁啱可能係失業啊，咁啱可能又有一啲醫療開支要支出啊咁樣啦，慳翻嚟嘅錢，其實第一件事咧就係應該要彌補翻自己3至到6個月嘅生活費呢啲應急錢嘅。嗱，防止啊突然間自己需要用錢，急用錢又要問人借啊嘛，咁啊醒啲 tips 俾你啦。慳翻嚟嘅地稅錢啊，你可以擺喺啲高息嘅儲蓄戶口啊，又或者短期嘅 GIC 咁樣，賺下利息又可以隨時拎翻啊嘛。不過記住啊，千祈唔好貪心，攞晒啲錢去投資股票市場喎，因為應急錢最緊要係咩啊？穩陣啊嘛。而第二個要同大家講嘅攻略咧，就係點樣可以用保險嘅工具去鎖住增長同埋保本啦。講個案例俾大家聽先啦。溫哥華阿陳生啊，佢用延交地稅慳翻嚟嗰8000幾蚊一年咧，我建議啊，佢買咗分紅式嘅人壽保險啦。咁當中有2個好處嘅，分紅式人壽保險單入邊嘅現金價值可以免稅咁增長啦，長遠嚟講仲可以跑贏延交地稅嘅利息。而身故賠償金啊，可以直接免稅咁樣幫家人還翻啲地稅嘅欠款，唔使賣樓。除此之外咧，慳翻嚟嘅地稅錢啊，仲可以幫自己買一份重大疾病嘅保險，因為萬一確診咗癌症啊、心臟病啊、種種呢啲重大疾病嘅話咧，賠償金仲可以免稅 cover 翻地稅要還款嘅壓力啦。仲有第3個攻略要話俾大家聽嘅，就係點樣啊可以投資增值，錢揾錢啦。但係記住啊，要識得避風險啊！嗱，對於啲保守型嘅客戶咧，最適合買嗰啲保本基金噶啦，因為一來可以保證到本金，又可以潛在市場嘅收益，最適合嗰啲穩陣型嘅客戶噶啦。第二咧就係可以投資喺免稅戶口 TFSA 呢個項目上邊，增值免稅之餘咧，又可以隨時提取，又唔會影響老人金喎。對於啲進取型啲嘅客戶咧，就可以用慳落嚟嘅地稅錢加大自己 RRSP 嘅供款。可以減稅之餘，又可以投資，一箭雙雕啦。部分嘅投資仲可以擺啲指數基金啊、ETF 咁樣，但係記住一定要留低足夠嘅資金去還翻啲地稅嘅利息。仲有啲重要嘅提醒話俾大家聽嘅，千祈唔好踩雷啊！第一就係千祈唔好攞慳翻嚟嘅錢去炒啲短線嘅期指啊咁樣，又或者加密貨幣嗰啲啦，因為地稅咧始終都要還嘅。如果投資失利咗啊，分分鐘可能要賤賣間屋㗎。第二就係暫時咧就唔好幫啲仔女去俾首期啊咁樣，除非你自己嘅退休金已經好足夠啦。仲有第3，每年啊記住同自己嘅顧問去 review 一次，複核下啲投資啊咁樣係咪跑贏緊大市，仲有係咪跑贏緊地稅嘅利息。必要時咧可以調整下個策略㗎。延交地稅咧並唔係免費午餐嚟嘅，慳翻嚟嘅錢要點用咧？直接影響你未來財務嘅安全㗎。如果你哋都想度身訂製你嘅保險同埋投資組合嘅話咧，隨時聯絡我哋做翻個專業嘅分析。電郵地址、聯絡電話，我希望幫到大家保本增值，精明咁養老啊！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住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啲朋友啦。今集講住咁多先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